杭州樓價大變天啊！我都唔知咩回事，9000幾萬攞低湖景第4代住宅，110平方，竟然做到130%嘅使用率，而且睇住呢個300畝嘅湖景單位啊，你係每日喺屋企，你嘅心情會點呢？而且你嘅細路仔啊，返學非常之方便啊，樓下就有3個幼稚園、3個小學、3個初中啊，實現無縫式嘅教育，門口仲贈送咗一個房間俾到你啊！平時你嘅朋友嚟到呢個打麻雀，呢度真係非常之 OK 啊！成個餐客廳、廚房一體化嘅設計，再次睇下你屋企嘅客廳，睇出去真係非常之靚，so beautiful， 似一幅畫咁樣啊 ！LDKG 一體化嘅設計，U 型嘅廚房啊，平時女主人可以喺呢個盡情發揮你嘅廚藝，而且咧做到呢啲可開可合嘅設計。你如果搞啲清食咧，就可以唔使閂門啦。如果想炒啲湖南餸咧，就可以將呢個門閂晒，非常之 OK 啊！3、5好友嚟到你屋企搞 party， 呢個空間感都係非常之夠用，而且樓下有4萬平方嘅商業街啊，你足不出戶都可以實現你嘅衣食住行。頭先講嘅無縫式嘅細路仔教育。我特登要介紹嘅就係呢個主人房啊，270度嘅呢個觀景飄窗。平時你同你老公同你老婆喺呢度咧，就可以望到咁樣嘅景觀啊，真係非常之 OK 嘅。衣帽間都係安排好俾你嘅，而且樓下仲有4公里嘅環湖跑道，仲有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嘅業主樓巴，仲有翻到香港、澳門嘅直通巴士，主要係7萬蚊你就可以直接輕鬆上車。呢個湖景單位第4代住宅，去到新奧園店只需要5分鐘嘅車程，去到華華商都以及富華里更需要10分鐘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打個要字，我係小雅 ，follow me 帶你揾翻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